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，欢迎来听台湾人台湾事，我是贤爱妈妈。果子蜜糖也是用生的，是世界拢有的食物。不过若要做甲像台湾，干那一粒糜仔会当生做几60种的口味，有软的，有甜的，有焦的，有淡的，还有蓝茶、蓝酒、蓝咖啡，落去生的，也还染足侪中药。这款技术都毋是遐侪所在拢看会到。过去有一段时间，台湾的咸酸甜的外销量是真大的。我今日来讲台湾的咸酸甜是安怎做、安怎来的。台湾日常这本册会朗读伊的 Podcast 已经伫线顶啊。大家会使伫平台拍台湾日常，就找到。伫今日节目的文字小解内底，嘛有连结，请大家有闲的时去你听看卖啊。恁兜是讲你咸，你也咸，也是讲咸酸甜。我想这应该是无共地区的讲法。我嘛有看到有人讲咸酸甜是南部人咧讲的，北部人讲你咸，我是无遮尔确定。这两种讲法伫书典内底拢找得到，阮兜嘛拢讲你咸。我捌听过另外一款讲法蜜饯，毋过这个词类应该是华语，因为伫台语书典内底找无这字。听讲蜜饯这个词是古早的时阵查甫人要出外的时。厝内查某人会替伊包一包伫路顶会当食的物件，所以是甜蜜甲饯别这两个词斗起来，号做蜜饯。若是看教育部的华语词典内底讲的蜜饯，是一种用糖浆也是蜜落去生，佫会使吹也是煮过的方式做出来的果子食物。若照安尼做出来，是一定甜的。台语讲的你咸甲咸酸甜，拢有一字咸，就表示讲这毋那是甜的口味，嘛有咸的。这种讲法嘛较亲像咱真正食会到、买会到的你咸。台湾的你咸主要是为三个所在来的：彰化园林的百果山、宜兰的大溪，甲台南的安平。这三个所在的咸酸甜上出名。因为遮的果子拢生产真侪，日头还有够。园林的百果山有产杨桃、嘛有桃啊、芭乐，所以当地李咸也是罐头工厂是足侪。大溪迄搭是生产金枣、李啊这款水果。伫台南有山啊、旺来，佮加上日头较炎，嘛适合做李咸。我先来讲彰化园林的百果山。过去这个所在号做好堤埔，一直到1961年才改叫做百果山风景区。因为这个所在果子足侪，才甲号这个名。这附近为日本时代开始就种往来啊，迄当阵嘛已经有销日本的往来罐头工厂。后来这个果子愈种愈侪，有日头的所在就种往来，较无日头的所在种杨桃、乃至龙眼、李啊、糜啊。战后1947年，一个原本伫中药房食头路姓洪的人，甲因兜的家族做伙为福建来到园林这个所在开罐头工厂做果子加工。伊迄当阵就开始做李咸。伫1950年代时，因做出来的李咸是拢用牛车再去到火车头，才销去台湾各地去卖。一台牛车会当载2000斤的李咸。因一冬就要出2车，所以是一间真大间的工厂。后来这间工厂的李咸嘛卖去到国外、东南亚、日本甚至美国，为这间号做富裕咸酸甜工厂了。这个所在就愈开愈侪间做李咸的店，上济时阵有上100间。园林的咸酸甜变足出名，一冬会当卖有30亿的产值。即马毋是真侪人知影百果山风景区这个所在，我嘛毋捌去过。毋过过去1970年代的时阵，百果山甲八卦山是学生毕业旅行一定拢会去的所在。
旅行社嘛时常会带人去游览的地点。迄时沿路是拢总咧卖米咸，生意足好诶。除了园林的咸酸甜，宜兰甲台南的咸酸甜嘛真出名。宜兰出名的是金座，伫19世纪迄个所在就生出侪金座啊。听讲是大清国的官员朱在德来到宜兰，伊发现这金座是足酸的，无人要食，落甲规涂骹，伊就捡转去因兜，家己做米咸。来因兜的人食过，拢感觉足好食，所以来学的人就愈来愈多，这个技术就传落来啊。即马伫宜兰市也阁有一间150栋的老店，号做老正寿。这间原本是一间中药店，后来就开始用中药做咸酸甜，做米咸。这间伫日本时代的时阵，伊就做枣仔糕甲梨仔糕，伫日本的展览会也阁摕过奖。因自过去都有做枣仔糕、枣仔糖甲金枣干，也是枣仔干。枣仔糕即马拢写做糕仔饼的糕，其实毋是糕仔饼的意思，是黏黏糕糕的意思。枣仔糕就是伫糖内底煮甲较黏，是淡的。金枣糖是外口散糖，金枣干是拍过的，所以因一般上大粒的会摕来做糕。上细粒的才摕去拍干。宜兰的中山路古早就是商店街，开足侪间中药房，真侪中药房拢会生金枣，所以迄条街仔路嘛号做金枣街。逐冬11月到3月的时阵，金枣大出，就会看到真侪人伫门口伫处理金枣。上基本的做法就是把酸酸的汁拢试出来了，再搁淋盐、淋糖。下落冰箱冰几工啊，就会使食。我家己一直叫是金枣甲金桔仔是相共款的果子，其实这两项是无共的。金枣较长形，是用来做米咸的；金桔仔是圆的，大部分是摕来做饮料、果汁。这两种果子大细粒差不多，而且熟的时阵拢会变黄色的，所以较歹分。伫台南嘛有一间超过100栋的咸酸甜的店，永泰兴，伊的头家姓林，所以嘛叫做林永泰兴。伊的创办人林隐，伊本来是咧掠鱼，伫无掠鱼的时阵，就出来卖家己生的咸酸甜。后来就愈做愈济款，除了梨仔、糜仔、草柑仔，永泰兴嘛卖山仔干、巴拉干。这间是安平上有历史的，不过伫这个所在超过100栋的咸酸甜店，毋是干那一间，也阁有2、3间，我都无伫遮详细介绍啊。米咸要安怎做出来？一般是水分较济的果子，也是会变足色的果子，较无适合做米咸，所以拢会经也未足黄的时阵，较青时就摕来做。洗过了，若是较大粒的果子，阁会切片，也是切落较细块，刷落来用盐落生，生了才阁摕去呛水，也是浸水，安尼才袂涩，嘛较袂酸。阁来就淋糖，有的阁会淋盐、淋中药、甘草，也是别项配料落生。要互一项果子会当保存遐尼久，无遐紧歹，有3种方法。一个是改变伊的水活性。就是果子内底水分若较悬的时阵，会较紧歹，所以就要减少内底水分，所以米咸的水活性就较低。刷落来，第二款是用糖去提悬伊水的渗透压，伫这款的环境内底，微生物嘛较袂生，米咸嘛较袂歹。还阁另外一种，就是放防腐剂，所以总共讲起来，除了防腐剂以外，用拍的就会当改变果子的水活性，也若用增加渗透压的糖水来生来蜜，嘛会当保存较久。过去真侪大人拢无爱互囡仔食咸酸甜，讲是无营养。当然，米咸无可能有水果内底有的维他命 C， 毋过也是有保存果子内面的矿物质，也是纤维。也有一个反对人食咸酸甜的理由是，伊内底含足侪化学的物件，一般政府是拢会检查，若是合格的产品，
内底藏的就差不多拢是人会当食的化学原料。真侪人叫是咸酸甜无啥的甜，所以食了袂大苦，这是完全错误的。真侪李咸是本来果子真酸真涩，所以淋足侪糖，食的李咸的热量嘛足悬的。李咸毋但会当从死熟仔摕来食，嘛有别种食法。柑仔蜜会当包李咸做伙食，伫南部的商店就会当看到细粒柑仔蜜包一块细块李咸，真好食。宜兰金枣即马嘛有出一款，是一粒金枣佮加一块糜仔。李咸嘛会当摕来煮菜，上接看到的伫厝内就会当煮的，就是糜仔摕去卤鸡肉，也是卤猪肉。李咸佮会当摕去泡茶。过去拜拜有四果茶，就是经4款咸酸甜做伙落泡的茶。是要倒4款，其实这是无一定的，拢会使家己拣。毋过倒起来是好啉也是歹啉，就真有学问啊。一般上接看的是银杏干淋冬瓜条，佮加红枣、金枣做伙落泡。除了四果茶，也佮有四果冰。四果冰内底淋啥物？其实嘛是随人家己拣。过去冰店的四果冰就会放无共款的咸酸甜。内底有一项是食冰的时阵才食会到的，就是木瓜签、木瓜串签落蜜糖。也佮有一种嘛是食串冰的时阵会淋的生瓜果子，就是山野青。过去是拢用拍落来的山野，也未熟的时下皮切落较细块落去生。因为山野青无生拍，也嘛无放足侪糖，所以要保存就要放伫冰箱冷冻。山野青是足早就有的做法，毋过即马食会到的山野干，甲过去古早的山野干就生做一无共款。古早的山野干应该拢是土山野落去做的，全是。即马的山野干切甲真大片，拍过也是烘过。即款山野干佮生了真水，是金黄色。听讲这是一个玉井的人，伊看到爱文大修行的时，介绍就会大力。若无赶紧卖掉，就拢总歹去单掉啊。所以伊就想到讲，爱文嘛会使摕来拍做干。即款大粒山野拍出来的干，甲我细汉在食的山野干无共款。我上有印象的是细汉的时，柑仔店买红色的山野干，一块甜酷酷，其实嘛食袂出敢是山野落去做的，敢若感觉足咸的，一块就会当爆足久，食了佮规喙红记记。迄当阵大人拢袂爱囡仔食即款红色的山野干，毋知影你上爱食的李咸是倒一款？今日先讲到这，你若是对即个节目有任何的想法也是看法，拢欢迎来面册甲大家分享。嘛请会记得订阅，也是追踪即个节目推荐互你身躯边的人，也是伫平台留5粒星留话互我。若是要赞助即个节目，伫节目的文字小解内底有 ECPay 的连结。真感谢大家今日收听，我是现爱妈妈，大家再会。